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宜兰的樱桃鸭真出名，唔但鸭肉料理好食，伫咧培育鸭种这方面，嘛是全台湾走大星。再加上发展真侪鸭肉的加工食品，讲这宜兰啊，敢若是这鸭的产业，一年的产值都高达20亿。 一个总铺师将鸭肉一片一片甲留起来，油浸的这个烘鸭，甲师傅扭咧的刀法，互人看甲强要流喙烂。将饼皮铺好，再放三星葱啊，再搁用这个甜面酱，将这个脆皮烘鸭干搞起来，这个是内行上介意的。还有规碟烘鸭肉，嘛互人真想要甲食看卖。 这个鸭的原味呢，它的肉非常的软嫩，那带有一点嚼劲；那它的皮呢也非常的酥脆，那带有一点那个胡椒盐的味道。讲到樱桃啊，大家拢会想到宜兰，不过唔是干那这油到发金的烘鸭有名尔，宜兰饲鸭的产业应该是全方位。鸭农从这个鸭卵摕起来卡卡的，就知影讲倒一粒卵有比纯。完整的话呢，好像这个就有料，声音都不一样。 所以用红土甲盐生鸭卵，经过20天到30天后，用来做两人酥甲糕饼青两人就完成啊！宜兰的水资源真丰富，加上这土质的关系，所以讲饲出来樱桃鸭拢比较较大只。因贵上好的时，一年会使饲600几万只鸭，不过因为其他县市嘛开始咧饲，所以讲即马一年剩将近20万只，是讲鸭所带来经济年产值至少有超过20亿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育种、营养，或者是饲养改良的这个方式，来让这个经济的产出更有经济的效率。然后饲煮球母鸭、进补白色饭鸭，还阁有烘肉用的北京鸭，甚至鸭肉面用的土饭鸭，拢总有。宜兰掌握了整个养鸭产业的关键点，种源在宜兰播出区，也就是培育出健康的那个种源，然后再委由外县市去帮忙带饲养，长大了以后又回到宜兰县来。 除了培育好的鸭种，嘛一直改良饲的方式，或者鸭愈来愈好。除了发展鸭料理，宜兰饲鸭的产业，阁发展出真侪无同款鸭肉的加工品。一包一包好食真空的鸭掌，就是游客上爱伴手礼。生鸡、鸭排、鸭肉卷，甚至到鸭肝，拢会使加工后再阁卖出去。还阁有用鸭油发展保养品。 用鸭的羽毛做成羽绒被外销，好宜兰的饲鸭业，唔是干那一级的农业尔，加工甲出名的料理，嘛好宜兰的鸭的产业愈来愈发展。